咱即摆吼开始结婚中，即摆要请迄个廖启荣夫妻，好不好？廖启荣夫妻，还有那个严明辉夫妻，那请上台，好吧？请上台。还有王朝阳夫妻，好不好？咱吼爱家己鼓励，这个长辈要叫伊徛来台顶是无简单，拢甲讲丽华拜托，唔好叫我去。我讲无要紧，逐个咱来遮熟识吼，所以我一定甲因答应啊，讲我一定吼袂互你头壳痛，我一定甲你问足简单的问题吼。所以咱爱一个一个甲鼓励，来，我们先请那个廖启荣先生。那个Kitty 可不可以再借我们一支麦克风，好不好？廖先生吼，伊是是我来请这个。你咱卖炸迄个吼，好当大家吼，安尼好无？咱互因卖紧张吼，咱先来唱一条歌。我先放这条《你侬我侬》，咱会晓唱的人就同齐唱，好不好？你侬我侬，可杀情多，情多处人不活。沧海可枯，见识可难，此爱此情永远不变。爱一块泥，捏一个你，留下笑容是我常忆。再用一块，做一个我，常对君放拥伴君侧，将咱两人一起打破，再将你我用水调和，重新活力，重新再做，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可以说，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大家拢知影这条《你侬我侬》，我唔知你听过无？人家改歌词，讲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再说一遍，还是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我唱一遍互你听好不好？我唱无好，你大家包涵哈。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，再说一遍。还是不懂，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所以大家爱知，你嘛搁想过细细人吼，像阮先生嘛常甲细细人，我讲现在耳朵礼拜天耳朵聋了所以大家互相来，即摆咱开始第一队来，麦克风好。咱即摆要访问廖先生来，伊是50年的周年纪念哈，这对廖启荣廖先生夫妻我感觉咱去这个相片足有用嘞，咱即摆大家拢会这样加减拢熟悉这个就是廖先生廖夫妻，我是听讲这廖先生是台中人对，洪源人对，听讲伊的个性足幽默嘛，足风趣。我嘛唔知这是真的假，所以咱即摆来试看，来考验廖先生，你会当替我介绍恁太太看你感觉讲结婚50年，太太到底是互你什么款的感觉？你甲介绍者。太太是真，你大家介绍。无啥物话讲啦，我嘛无啥物话讲的啦，所以阮结婚的时候嘛唔敢去问伊什么名。所以我到即摆为止，我叫阮太太拢叫彰化，伊彰化人。我洪源人，伊所以拢叫我彰化洪源的。已经称呼
几啊10年去啊。安尼尔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讲啊长啊！啊，无咱即摆来表示吼，你我无准备鲜花，咱就甲你的心献互恁的太太，所以你感谢伊50年，你要安怎表示？你要甲讲啥？你摕迄个互伊是哪甲讲几句话话？甲补补一下。感谢伊讲这50几年来吼，拢安尼无。你对伊讲，毋是对我讲的。啊，实在是上台的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摆啦，所以经常啊骹手啊皮出来。啊，我真感谢伊，甲我生3个查某囝，摕查甫的，啊，这囡仔拢成家立业啦，了现在有6个来外孙安尼，真感谢。其实讲吼，我准备这嘛有另外一个意思吼，就是讲你这你要献互恁太太。啊，咱上简单，你莫甲 kiss 一个，啊，你莫 kiss 惊人看，你就安尼甲扎着 kiss， 我就看好无啊。来，咱对表演一届好无？啊，这对我讲来吼，真困难啦。啊，别，安尼扎的，安尼扎的袂因为吼也毋捌开过手啦。啊，无要紧啦。不过吼捌啦，过12路要开啦。哦，有影，啊，咱即摆甲当做这是1路甲砍着。安尼就换别人，我看来走啦。无啦，安尼，咱即摆是做甲亲那个，哎，我那个扎着，咱拢看着。谢谢。啊？这是强人所难。多谢。好，我们特别有礼物送给你哈。啊，这个廖太太吼，听讲是足无话啊，所以我惊来迄个吓着惊，所以我歹势甲问话，所以放伊去哈。OK。第二位咱要访问的是严先生哈。我要访问伊之前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下，我今仔真实嘞，咱中会吼，这结婚周年纪念吼，无定期的举行啦。有的人讲啊，例外你拢无甲我庆祝啊，迄个时阵我都无办吼，所以这个严先生大概看到我笑眯眯讲，例外阮来哦，我抽奖嘛捌抽到啦，啊我结婚纪念也没有帮我办。哦，我倒来起来查资料，这个严先生嘛是50周年，啊，其实迄50周年是去年啦。哦，我无紧，我特别替你办一个，所以咱今仔就要甲严先生办这个50周年的纪念。啊，咱到这个年会吼，咱慢慢年会拢渐渐大，啊，加减咱的身体的五官吼，拢会慢慢拢较无好势。严先生嘛是共款，伊较无好势，伊是都也无好势，伊是。声无好势，不过我足感动，就是讲每届大会报名，毋是严太太的，是严先生的，用伊的迄落讲较袂出来声，佮我报名。啊，因兜电话一响，嘛是伊咧接，我讲对无？对啊，对吼。啊，所以我因为伊无声，阮等下先来问这严太太。我要甲你问讲吼，严先生安尼无声，所以我较要家己咧想讲，我要甲你问啥？我想想，哦，这个严太太可能是咱家内底上幸福的。我是安怎讲？因为先生甲伊讲话拢轻声细语，对，像阮先生爱大声，对不对？你哪是毋是拢轻声细？是。所以因兜拢袂冤家，冤家袂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吼 ，OK， 好。啊，严先生，你赶快，我要送你，你要甲你太太讲啥？你这讲较细声，外面人听无。表示你对你的感谢，50年的感谢。真感谢你是真的。一句一声我爱你就有够啊！较大声、较细声拢无紧啊！来个亲你的，你无甲太太亲你的啊！谢谢。啊，我即摆因为严先生吼无声，所以我即摆吼想要甲问一个问题，因为严先生拢无讲话嘛袂使，所以即摆吼，来咱这麦克风摕着好无？麦克风毋是麦克风甲收起来好无？这个是恁太太，吼，这个娃娃是恁太太，啊你是这个查甫的，吼，我即摆要问你话，你就爱甲我回答，吼，因为伊的讲话声较无方便，所以咱即摆配合伊的情形吼，咱就来做游戏，来。太太，
算这个游戏吼，就是骗讲我甲你问讲，嘿，恁两个说人较水，你要夹谁较水？谁较水？伊较水，啊，你就夹只手，哎，谁较水？哦，安尼，哦，有诶变做讲伊两个共款，有诶无共款，可能我来你两个头，对，哦 ，OK， 我即摆要甲你问问题哦，爱照实讲哦。第一个我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吼，恁两个煞人记会较歹，记会较歹，定定袂记恁代志。啥人较捌袂记哩？啥人较袂记哩？啥人定定袂记代志？你有啥人定定袂记代志？你嘛举手。哇，这个先生有承认，有查甫拢唔承认啊，这个先生袂歹吼。过来就是讲吼，恁两个嘛冤家的事，啊，我讲无冤家，其实有来小看啦吼。啥人先甲啥人会失礼？啥人通常？哦，你看，这先生袂歹哦，伊虽然冤家吼，各种先会失礼。你在座的先生要不要学习？对啊，过来就是讲。我是讲看，恁两个吼，啥人生做较缘投还是较水？哦，啥人生做较缘投较水？啊，免客气啦，好，我们给他鼓掌，谢谢。来，这边喝酒，我两边都爱我啊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送他礼物哈。那个好的人可以下去我拍摄，你中国你开始拍摄啊，多谢你。啊，过来，咱们请问这个王朝阳跟王玉成，你有发现我这个太太足水吼，痛玉米哈，王先生哈，这个感情嘛是太太较爱讲话，先生较无爱讲话。王太太就甲讲吼。哦，你莫甲我问阮先生，阮先生是足古意的人哦，伊是老实的公务员，佫无食薰，佫无啉酒，伊足袂晓讲话吼啥，所以我是太太可能较高。不过先生吼，总是你袂晓讲话，今仔日这个场合无共款，你共款，我是要甲你请教。我听讲恁妈妈是啥？走山鼠了。啊，妈妈走山鼠，伊就知影讲，我一定来带一个吼。做护士来做媳妇吼，来甲阮这个乖囝顾较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做护士。啊，所以我要甲你问讲，你有定定拢假破病无？无啦。无哦，干嘛呢？啊，我知影讲你等下护士，你定定假破病敢无？我唔敢。你唔敢哦？这个先生袂歹。OK， 你唔敢啊？那我放你去啊！我来先和这个王先生对太太讲感谢的话。王先生伊是歹势，伊是69年哦，不简单69年。来，对他来感谢你60年来他怎么样？安怎甲你照顾？安怎甲多谢？你甲伊讲，甲我讲。亲爱的，谢谢你。简洁有力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多谢，啊，我亲一个，咱就嘛照顾一点，爱亲一个。王太太吼，我看到王太太是我来中国发展，我看到一寡人吼，我足有印象。我看伊甲这个，哦，恁叫有共哦，足共吼。我看到这个，我就想着王太太哦，伊永远就是打扮漂亮。伊甲我讲吼，王太太你拢穿甲诚水，讲啊难得来遮当看到遮侪好朋友吼。伊讲当然嘛，拢装较水，所以大家爱装较水，我就会记你恁吼。谢谢你，我是嘞，咱要有时间，我迄两队会当拜托起来，两个买时间，我煞袂记哩。来，迄两队较紧来，免提名人起来就好。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，我煞袂记哩，较紧，起来，无，恁两队起来，你莫走。即摆这3队吼，要同齐甲咱表演一个节目，我煞袂记，歹势。来，要表演一个节目哦。来，
就是我的目的，就是要大家欢喜哦。后壁我嘛互恁歹势哦，家己发心哩。多谢，为着这人欢喜，咱小可忍受者吼，多谢，谢谢。好，这是3对夫妻，咱要甲庆祝。即摆要搁庆祝2对夫妻吼，较特别，因囝2个拢坐轮椅，所以我嘛只好下去吼。咱即摆第一对要来介绍吼，结婚65年，谢人65年，汪先生，汪起来，拜托你跟你太太来家好不好？你跟你太太上来家，谁在旁边跟他帮忙一下好不好？